继续返来去南投，看到南投贷款市场生意真好，嘛真出名。拜南向强国人检举，讲30外台单位拢互警察开罚单，店头画冤枉，讲明明就付店租，嘛拢照品照行照规矩来遮摆单，罚单的金额一暗嘛无趁遮尔济，互店头伫咧算。规摆单电火是光影影，遮侪款好食的美食小食，互人看到喙烂水强要流出来。草屯的大关市场一直是当地民众食宵夜的好所在，只是讲宵夜前才拄要开始尔，是安怎哪有单搁咧收单咧？现在是足衰，叫人开单搁落雨。规气歹抓对啊。手哪收，喙搁哪念，这个头家是安尼气噗噗，这拢是因为去互开这个违规设单的罚单。初3的暗时，雄雄有几个警察来到这个市场来处理，开出这个1200块到2400块的罚单。市场内拢总有30几单，拢专项开罚单，或者单是安尼嗨惨。钱很难赚了，又被开罚单，然后今天赚的都也不够了。看到规暝赚的心肝血钱拢要交互国库，这个单位实在是要哭无目屎。不过，更较互因袂当接受的是，其实因早有甲警方敲切好势啊。跟我说可以摆到这里，那我们就摆到这里。哎呀，摆了之后也还是来开啊。根据这个法仔的讲法，其实因拢有付店租来摆单，佮加上过去嘛常常互开罚。关键有间警告讲，只要若是客到黄线的后壁，佮无算违规，这个单位嘛拢遵守规定，无来超线。不过，这嘛是因为这个检举达人一句话，警方就安尼无讲无答，话来过来。对安尼，警方表示讲，确实是有事先甲这个单来讲好势，伫个这个黄线以内是无要罚。不过，即马有人来检举，伊嘛只好爱这个依法照办。这个单嘛表示讲会当体会警察的辛苦，只是讲景气遮尔歹，生活艰苦过，去了后嘛是爱乖乖来去纳这个罚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